我是地吉祥，欢迎收看《相信迄一天》。这是台南的东山区，我伫这熟悉到一个囡仔，伊非常活泼，佮非常的天真。伊总爱伫因兜内底安尼撞来撞去，四界落落踅，八悬八低。啊，听讲因兜是伫咧种柑仔，即马唔知敢有咧收成啊？行，咱做伙来去看卖啊！姑姑。写牌子哦，加几袋啊？谢谢。加柑仔。我无夹过柑仔。我就是看伊的这尻川只。看尻川。嘿，就是伊尻川这，若是讲落落的话，就是黄啊，然后小看黄，安尼就是熟啊。加的时阵爱先加顶悬，然后加落较搁家己小平，安尼。哦。这拢是会使的吼。这个还袂熟，迄皮若是生甲像安尼，然后内面迄肉搁咧筋的时阵，这伊的尻川就会落落，然后这皮就会家己蓬起来，所以较叫做蓬柑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啊！哦，迄水拢一直喷伫我的面。迄个大雾，迄就是迄个水，所以伊若是讲迄个日头出来，伊就会迄个像咧落雨安尼。遐久落搁较厚喷。你讲久落会较厚安尼？迄水较厚。啊，你逐工落来加？没。啊无咧？啊，咱咧读册无法度加。啊，你有平常是当时来倒收？阮爸爸硬叫我去着。伊拢硬叫来收？嘿。啊，伊若无叫你咧？我伫咧看手机啊。你甲我讲。哎，你看我这已经一大堆安尼。安尼会使先排迄个倒。我拄仔抽4遍。这个人是谁？我是地吉祥。地吉祥，伊这个人就是讲到这走第一。虽然看起来汉草足好诶，但是做侪代志拢会惊。你会惊啥？我会惊蛇。惊蛇？啊，佮惊鸡公啊，鸡对。公，你为啥会惊鸡公？因为伊甲我毒。做鸡哥哥，食佮较济。对啦。看做鸡哥哥敢加会着？哎，遐悬着，我卡会着。啊，若像我遐悬的，毋着摕楼梯来加。哎，摕阮爸爸遐的楼梯。所以遐悬的包包拢会摕楼梯。哎，啊无就是用爬。爬树啊？嘿。哦，遐有一个鸟巢。我哪无看着？这，迄个，迄个下来。哦，我看着，我看着。去你看我。哎呀，会大。你忙摔落来呢？好啊。遐后壁遐有手机的。你要创？起来。你莫甲往来啦，我伫遐就好啦。无这已经空啊。哦，空啊。啊！就咧有能。这已经无啊。哦，已经无啊。嗯。伊嘛是细细个啊尔呢。嘿啊。所以伫恁的柑仔树拢会常常看到鸟仔来遮做鸟仔收嘛。啊，姐姐，你即马嘛是伫台南咧读大学吗？有啊。啊，你是逐礼拜拢会倒来厝的啊？对啊，无代志就拢会倒来斗阵。我这个车多摆转来，我爱骑点半钟。爱骑点半钟。啊嘛是骑足久的。介久啊？安尼我这种用标的啊。你有好载过？
无，阮这有风开半过。伊拢甲你的代志拢压出来。这是阮妈妈叫做金丽，然后阮妈妈上介意的工课就是迄个种菜，暗时的时阵嘛会走去迄个菜园遐咧掠落梨，互鸭仔食。妈妈，你拢去对掠落梨？菜园菜头前遐。哦，头前遐的菜园。啊，像结成啊，搁遮细汉，恁敢会希望伊以后会当做啥物工课啊？还是会当接即个柑仔园啊？你当然无想遐济啊，因为读册，佮拢无认真，无啥爱读册。无啥爱读册，功课佮无啥要写咧。啊，像若是平常时厝内有一寡较粗重的工课啊，迄种嘛是拢像谁咧做，像咧搬物件啊。嘛是拢爸爸较济，啊，莫是有时若家己有法度做，会斗做。哦，啊，袂想讲叫结成啊，来伫厝斗相共啊。哎呀，嘛是会啊，爱讲伊若某袂烦，咱嘛无法度。系啊，伊敢会像咧有当时啊，伊明明就是会当做即件代志，啊，就会掠假善假德。会啊，会惊哦，咱唔做，我哪唔做啊？啊，拢爱甲看甲讲，爱甲顾正。伊咧引人的时阵嘛是足厉害的呢。啊，即摆若有人客来，就对人来含来开讲聊天安尼啊。哦，所以来咧共款意思嘛。哦，所以伊其实嘛是最爱甲人拌暖的啦。会看爸爸啊，爸爸嘛是较含人聊天。哦。仔囡仔伊会算会看。会看会学啦。你长过一粒，啊，迄粒伫你病你板会掉，对一粒，一粒，还佫一粒。会掉。爸爸，这个比你更较悬的啊！唔免讲啊。啊，你想要加几拍的？伊就是拢甲几拍加落来。啊，看着三粒共款的手。你用啊加明年袂生哦。好哩。啊，明年会减生几粒无？袂啊。爸爸，这哪有白色一点？迄古时。嘿啊，迄会通加固形。菇形啊。嘿嘿。这可以当卖嘛？哪是种糖沙的？你甲伊洗洗啊，啊无。是啊，伊是皮外口皮尔，内底无安怎。皮看开。较歹尔。啊，这就是讲迄个伊遮歹啊。只啊，那看起来安尼朴实。这就是已经变形啊，伊毋是从这落的柑仔会家己破起来，伊是直接迄落直起来，所以这就是迄落已经消伊的柑仔。少爷干嘛？啊，我用一粒互恁看。你要找啥？这粒上来这粒。这粒啊？我甲恁讲，来。这粒是安怎？伊这皮这黄，就是讲迄落这有热伤，伊这边遮就无涩啊。毋过另外一边遮拢做甜的。所以摕着这食青的一半就好啦。嘿。啊，日头拢会出来啊，一定拢会拍着伤啊。用迄落纸迄落黏糊。哦，用纸甲包开。无用纸，然后看迄太阳都在。为倒一边出来？因的对一边安尼一直拍，就黏迄边，黏一块。哦，就是黏一边就好啊。嘿。就防止伊互日头拍着。对。啊，爸爸有睇这边的涂骹落遮侪柑仔。这拢叫歹去啊。这是柑仔歹去。丛已经弱去啊，伊这骨头已经破病啊。这就是迄个黄龙病。黄龙病。哟，然后消长的啦。哦，消长的。哦，已经消长去啊。伊就已经变形啊，啊伊的养分就散袂去啊。伊无遮圆吼。嘿，含正常的拢无共啊，伊拢落去啊，伊家己就落啊。像咱人破病安尼。哦。你要试无？所以这会当试看卖啊，安尼是较无味吗？伊这蒙开吗？较嫩呢？嘿，伊就是爱嫩咯。啊，所以伊到尾伊就加落去啊。哦。嘿。哦。这做酸诶。啊，你食无啥味，水是足水的。伊正常的伊会酸甘甜。
啊，这款的就加敢若酸尔，酸啊，甲水无对，味。水无味。系啊，所以这款的就无效啊。放柑伊本身伊就是较娇贵啦，哦，较娇贵，较歹管理。个贵淡。有啊，我算讲算较笨蛋，我较唔捌用药啊。你请要出来看啥？这是好皮的莺歌，你甲抓出来。小兰。这只叫小兰。你看伊敢会当停伫你的手，还是停伫你的肩胛头？足古锥的呢，敢袂惊哟？不是啊，你敢会听你的肩胛头？因为伊敢会惊？乖，乖乖，喂，一定爱安尼嘛，唉，哎，伊无爱停伫我身躯边，伊会惊你。可能无伊熟悉的味的款。你安尼脚袂点哦？袂啊，袂去。伊是真欢喜，伊真欢喜的话，伊会喺度帮人拔草，伊就直接喺度草，看到呼，啊就一个所在就停了。你会当行吗？会啊，会啊。哎呀，咱那行行啊。好。行。你带路呢？走到规身躯寒你，你等下敢卖换衫？安尼为恁兜要来到这嘛是要足大一地啊！系啊，地个上你平常是感觉家会骑脚车来？有骑一遍，迄落做成中秋节迄阵吧。公园节节无要买啊，然后我就家己骑脚踏车，轰啊就冲过啊。你讲唔，你讲有然后过来车？转来的时阵，阮姐姐就对阮了后壁。你是骑脚车都无咧看车的？无，这回去。无车会照冲。莫怪你妈妈不爱互你骑脚踏车。对啊。你拢咧陪车？陪车那咩？一件，车。一件啊，啊要买啥？是这里买啥？哦，不对，不要掉了。好，谢谢。啊你？正落，降落，对吧？安尼80。中半也加一。老板再见。拜拜。姐姐红色，啊我绿色。你食讲啊？我看伊个阿嬷因，我妈妈因拢安尼呢，拢安尼。就该拍天。无你要安怎播？你播一个我看。你都奇怪。你有播着吗？这是阮爸爸，阮爸爸叫做地吉成。恁爸爸叫地吉成。讲唔对这是阮爸爸，阮爸爸叫做地文虎。阮爸爸上喜欢的是钓鱼啊，拢会帮阮的姐夫去钓鱼啊，有时佫会帮我买一寡鸡仔饼，啊佫饼含饮料，啊无就是炸鸡。嘿。阮爸爸拢对我最好。无进麦的，伤济啊！已经足济啊，所以就稍等一下。你嘛是爱互伊排队哦。哎呀，然后互伊慢慢啊，伊这有迄落个。有哦，枪啊！然后迄电风是要甲这水甲伊冲哦，啊，今日迄落一直咧当漏水，所以用两个，啊无平常时若是讲无当漏水的话，拢用一个咧吹尔。哦，所以感觉外口袂当有水。有水的话，伊嘛共款会拍尔。哦，伊拍烂是吧？伊较紧迄落熟，然后烂呀。真熟。
所以我只倒伊就会家己甲阮遐捡出来。因为伊这是迄落，伊这柑仔家己会甲迄柑仔去杀公去。哦。所以迄落柑仔糜伊就用杀的。装箱啊嘛。啊，一箱要装几粒？分班啦，你迄就算25啊班啦。这25个。啊，这27啊班。啊，总共有分几号？总共就是遐哦，19、21、23、25、27。30。搁有30哦。上大。上大了诶。哦，这上大了爸爸。哦。所以要放入真正嘛是爱拣一下就对了。系啊，你像这就是香啊，伊拍甲已经变了。哦。这粒嘛是这较平的，已经拍甲我磨落啊。啊，像这咧。啊，但是迄粒算讲迄叫糖加的。哦，糖加的嘛是爱拍开。这咧，这应该是啥吧？这就是爱钓满。啊，你对这开始做。哦，对遮。你是会晓装啊，袂晓装啦。较尖的摆较重。较尖的摆较重的啊。啊，你来啊！呀，这生两鸭，这鸡母，这只乌色的是红鸭。哥哥，你帮我一只洞呢，过来了。我给你看，走，靠。这个哥哥，你对后边遐。我过这边啊。嘿啊，你来甲伊赶回。嘿啊，追到啊！这个哥哥帮我摕一个台啊！我想要坐。哦，你要坐？我俩子讲你要坐鸡啊嘞。你足乖呢。因为这只我饲的，这只伊迄落生出来无偌久就互我饲的，所以这只拢知影啊。啊，我伊目睭看起来戆戆呢。对，因为就是戆戆啊，我掠甲戆戆啊。鸡仔要哪掠？我拢安尼啊，小指安尼抓伊的大腿，两只拢安尼，然后其他的是抱伊的迄落头前只，啊大拇指用伊的膝抱起来。毋过阮爸爸掠的时阵，毋是安尼，是咱来用的，安尼掠。阮爸爸拢安尼掠尔。安尼是要掠伊台的时阵啊爸？你较胖啊！好嘞。伊等下就搁走去啊啦。你较好母的啦。咱拢走共款的就好啦。袂啊。啊是爸爸，你有啥物想法吗？写恁兜的柑仔园。看你啊，看你的创作。因为我有上4句呢。哎。阮伫东山底徛起，生活靠柑仔来维持。阮的柑仔香果甜，食着柑仔，甘之如饴。会使啊。会使，我怎甲你唱？啊袂啦，我想者。你用迄个外事咧唱评剧？你好，这一下我袂记，我原本写要安怎唱呀？阮伫东山咧徛起，生活靠柑仔来维持。阮的柑仔香果甜，柑仔食了甘之如饴。好吧。我是感觉较意外，就是吵起来。你惊胖哦？天一讲的台语课。今仔日咧要来教各位观众安怎食柑仔，
咱摕到柑仔头一步爱找到伊的尻川，用剪甲甲刺落，这个动作叫做当对，咱搁做伙讲一遍，当。啊，你的剪甲甲动落了，第二步，爱甲伊掰开，这个动作叫做掰搁一遍，掰，掰开了，你会看到这一条一条白白，啊，这是啥？这是柑仔丝，搁一个柑仔丝。柑仔掰开了，你会看到因呢一块一块柑仔。要算这柑仔的单位是啥？这是叫做万万，所以这就是1万柑仔。搁一个万。毋过这毋是钱的迄个万，这是柑仔的万。柑仔的万，啊那接落看到啥？啊，这一条白白，这是啥？这叫做柑仔籽。搁一个柑仔籽。我看计成安尼嘛是，做爱走来走去的吼，较无实质定吼。爱找较快乐做。做皮啊，伊也要斗做，介巧啊。咱要创爱会后一个动作要创爱伊知影。你知影？哟，啊是要介要搞怪安尼啦，啊静袂落来安尼。囡仔人嘛拢安尼，人尻川沙道会也坐条，无看嘛是呢乖乖啊。考试拢考第一名啦，真假？对后壁算来。哦，我认真讲，真正考第一名，我想讲哦，敢若在导游。啊，毋过看伊嘛是算恁兜的开心果呢。开心果。嘿啊，伊拢会。不是开心果，是生气果。哦，你也知哦。你是互人生气吧？哎呀，调工的啊。你是要互人生气的吧？伊虽然安尼皮你看安尼放，其实伊拢有咧观察每一个人，伊拢知影每一个人介意啥。爸爸妈妈拢会讲伊可能会做皮的啊，做无实质定啊，也是讲袂顺车安尼。啊，我若出去到外口要买物件的时阵，伊就讲哦，阮爸爸介意食这，阮妈妈介意食迄，我想要炸一份顿伊。这甲继承啊，虽然定拢安尼搭喙鼓啊，大家安尼互相口舌，这一切拢非常的古锥。我感觉伊是一块还未互洗过的药啊，较大汉的，熟悉搁较侪人啊，捌搁较侪代志，一定会是一个非常有肩胛头的男子汉。你我相拄伫咧迄一天，修成的迄一天，修成的迄一天。你不要看遮久，啊，叫做画一箱。是皮边啊，毋是皮迄个。皮的皮。有啥你通食到遮轻轻？用素的。我嘛用素的啊。继续加，行。莫平单。你食一个搁较酸的。唔免。那个跳出来。